尋晚香港一架城巴翻側，造成1死18傷嘅車禍，其中3個人仍然嚴重，有5名傷者已經出院。61歲嘅男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獲准保釋候查。消息指司機本身有血壓高，開工之前曾經服藥。出事嘅城巴車齡大約5年，今個月7號通過驗車，而家仲停放喺九龍灣汽車購流中心，正等候有關部門進一步檢驗。事發路段嘅欄杆損毀嚴重，唔少鐵欄都撞斷晒，警方用雪糕筒圍封住。事發當晚有尾隨嘅車影到架城巴沿鯉魚門道東行駛，去到近藍田港鐵站發生意外。慢鏡再睇，架城巴鏟上2、3線之間嘅石屎欄杆之後向左翻側，打橫瞓喺路面。意外之後，大批消防員到場要爬入城巴搜救，其中42歲女乘客當場死亡，另外18個人受傷，多人傷勢嚴重。涉事61歲城巴男司機，消息話佢本身有高血壓，當日下晝4點至5點食過藥，去到夜晚7點幾開工。佢向警方聲稱，事發一刻暈咗一暈，眼前一黑，醒咗架車已經反咗。城巴話佢1993年入職，10幾年嚟都係爭呢條線。由於過咗50歲，每年都要做體檢。佢對上一次通過體檢係舊年9月，但有冇曾經體檢唔合格？城巴話因為私隱唔會透露。警方就話會從司機精神狀態、巴士機件問題同路面設計3方面調查意外原因。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後請辭，有待中央批准。據了解，中央最快喺聽日會接納2個人嘅請辭。同日公佈任命張建宗同陳茂波接任政務司司長以及財政司司長。正署任政務司司長嘅張建宗指出，自己同大家一樣等候消息，又指自己無論喺任何崗位都會悉力以赴。由楊安琪報導。曾俊華繼續喺社交平台講自己嘅活動，包括上個禮拜曾經去過東九龍嘅屋邨，同街坊一齊食碟頭飯，冇提到特首選舉。林鄭月娥下晝就同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行大潭水塘。陳智思話沿途好多人揾林鄭月娥影相。據了解，中央最快禮拜1同時接納曾俊華同林鄭月娥嘅請辭，同時會任命2個新司長。消息話會由張建宗接任政務司司長，陳茂波接任財政司司長。2個人朝頭早一齊出席活動。處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被問到會唔會接替林鄭月娥嗰陣，佢話同大家一樣等緊消息。我仲係署任緊啦，所以咧我係做緊署任嘅司長同埋勞福局長嘅工作，所以我而家一定係做好呢2份工作先。至於你話將嗰啲報紙嘅揣測，我哋都要留待稍後先證實到。我哋呢個階段，我哋真係唔可以講任何。我一定喺任何崗位都好啦，我係會悉力以赴，以香港嘅整體利益為依歸，同埋一定係要做好我哋呢屆政府餘下時間我哋應該要做嘅重大嘅工作。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就唔評論。今日唔做任何評論啦嚇，希望大家理解。有冇收到消息啊？正係署任財政司司長嘅陳家強出席活動嗰陣，被追問同一條問題。司長係咪陳茂波接任做財爺啊？係咪陳茂波接做財爺啊？被問到如果有新嘅任命安排，會唔會影響2月底公佈嘅預算案籌備工作？陳家強亦都冇回應。港區人大陸續出發到深圳出席星期1喺紫荊山莊舉行嘅兩會預備會議，焦點係到時內地官員會唔會談論特首選舉。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嘅港區人大譚惠珠話，如果中央同日批准2位司長辭職係好合理，又表明自己已經心裏有數，支持邊個做特首。林鄭司長呢係要處理將施政報告先寫好。咁即係佢呢個責任，佢一啲都冇迴避。雖然可能影響佢遲起步，所以一齊批係好事。咁你會唔會覺得財爺反而有迴避咗寫呢個即係？我唔係咁意思，佢中意幾時辭職，佢可以幾時辭職，呢個係佢嘅自由。咁你自己又屬意邊一個候選人呢？我心裏有數，不過而家未係講嘅時候。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話，林鄭月娥都因應重大變化而重新考慮出選，佢自己現階段都唔能夠排除會選。目前未曾排除，由現在至到3月26號
行政長官選舉，或者由現在至到呢個提名喺2月底結束之前咧，我唔知仲有冇重大變化喎。咁所以我都即係唔想講話，即係唔想將話講得太盡啦。佢話未有人邀請佢加入競選團隊，而家諗緊施政建議，稍後會同各個候選人聯絡。曾經擔任梁振英競選辦主任嘅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未透露支持邊個，但認為延續梁振英政策並非壞事。都唔希望大家呢就係話延續梁振英嘅政策就表示係即係話係一定係會係敵我分明啊！咁唔係咁。而家我講緊好嘅政策，因為我有份寫當時個政綱，我覺得佢有好多政策係唔係5年就可以落實。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話：佢都收到消息，中央將會接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接替財政司司長一職。佢批評梁振英用人唯親，而佢自己嘅立場不變，會提名曾俊華選特首。同大家講下天氣啊！灣區今晚天色大致良好，聽日將會陽光普照。今晚最低氣溫係37度。其中一個考慮嘅方向，我哋會提出嚟同三方平台代表討論嘅呢，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係去比較大力咁樣增加一啲評審員。咁我相信呢，呢個更加有可以幫助到我哋增加醫委會處理投訴嗰個效率。咁我都希望三方平台嘅代表呢，係俾多啲積極嘅意見，令到我哋呢一個方案呢能夠完善，係先至提上去立法會。另外，三方平台成員之一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以問卷調查訪問大約1000個市民同大約1200個醫生對醫委會改革嘅意見。46%被訪市民同82%醫生贊成維持現時醫委會選舉同委任委員1:1嘅比例。陳沛然認為調查顯示市民同醫生並唔係喺對立面，又話如果政府最終提出嘅方案改變1:1嘅比例，佢會反對。